进节目。大兴营区艺术才能美术班联合展览，集结了3间学校美术班学生的精彩作品，展现各自主题和风格。三校联展，每一个学校呢的创作主题都各有巧思，包括月经国小的我们这一班，还有新进国小的锅烧意面，还有南新国中的一展青春，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呢满满的创作力。恭喜他们在艺术的领域呢学有所成啊！希望呢他们经过这些艺术的熏陶，可以将艺术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中呢不断的萌芽茁壮，然后成为他们一辈子无可取代的艺术的软实力。艺术才能美术班联合展览举办迈入第32档，已经成为大兴营区美术班的传统。不只让学生有展现才能的舞台，也透过美术作品抚慰市民的心声。台南市大兴营区的三校美术班联展，这已经进行32年了。那这已经是变成大兴营地区美术班的一个很好的传统。那这个传统它所代表的意涵就是学生的舞台。那学生他们在通过美术班的一个甄选，那经过这几年所有老师的指导，一个艺术的陶冶，在毕业季来临的这一刻，将他们在美术班所知所学，用最真挚的方式，把他们心中的美，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。那不仅是对自己这美术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自我肯定以外，他们也用美来陶冶我们所有市民朋友的身心。以共学、共享、共乐3大核心理念，鼓励学生为生活甲探索当中激发创意，并透过展览呈现艺术学习成果。台南新闻中心为采访报道。